今日我哋會讀一本非常精彩嘅心理學著作，由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教授所寫嘅《心流：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》The Flow: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。教授用咗超過20年去研究心流呢個心理狀態。最初佢喺畫家身上發現一個好特別嘅現象，就係當畫家好沉醉畫畫嘅時候，佢哋會達到一個忘我嘅境界，會唔記得食嘢，唔記得飲水，甚至唔記得瞓覺。呢個現象令到教授覺得非常之有趣。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呢啲藝術家有如此渾然忘我嘅狀態呢？而呢一本書就係講述點樣喺生活中可以揾到真正嘅快樂同埋滿足感，而唔係單純追求外在嘅成功同埋物質。嚟緊落嚟，我哋會用7個部分去講呢本書，分別係：第一，幸福嘅真正含義；第二，幸福嘅障礙；第三，意識同埋注意力；第四，心流體驗；第五，心流嘅影響；第六，實現心流嘅途徑；同埋第七，創造意義。準備好未？就等我哋依家開始呢個探索幸福之旅啦。第一部分，幸福嘅真正含義。我哋不時會問自己，人生究竟係啲乜嘢呢？喺我哋嘅成長過程中，社會不斷灌輸我哋一啲嘅信念，可能係有錢、有權、有名氣等等就會幸福。但係點解咁多富有或者成功嘅人依然會覺得空虛同唔滿足呢？教授經過25年嘅研究發現，幸福唔係突然發生㗎，唔係運氣好或者隨機出現㗎，更加唔係能夠用金錢去購買或者用權力去換取。幸福無關乎外在條件，而係取決於我哋點樣去詮釋佢。希臘神話裏面邁達斯國王嘅故事大家都聽過啦，佢以為擁有點石成金嘅能力就會幸福，結果連食物都變咗金，最後餓死咗。呢個古老嘅寓言故事一直喺現代社會中不斷重複上演。精神科診所裏面坐滿咗有錢有地位嘅人，名車豪宅都無法為佢哋帶嚟內心嘅平靜。作者認為，真正嘅幸福係需要憑個人嘅力量去醞釀、培養同捍衛嘅。能夠掌控內在經歷嘅人，就能夠決定自己嘅生活品質。第二部分，幸福嘅障礙。點解我哋覺得幸福係咁難尋找呢？教授指出，主要有幾個嘅障礙。首先，呢個世界唔係為咗迎合我哋嘅需求而存在㗎。世界嘅混沌同人生嘅無常，令到我哋嘅生活充滿挫折。第二個障礙係我哋嘅長期不滿足。當需求暫時滿足咗，我哋就想要更多。好似歷史上有好多帝王擁有數以萬計嘅御廚為佢哋整嘢食，但係佢哋嘅百姓就過住3餐不繼嘅生活。依家文明國家嘅人民屋企都不乏山珍海味，台上面嘅佳肴同過去嘅皇帝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但係我哋有冇因此而滿足咗呢？第三個障礙係文化神話盾牌嘅失效。過去宗教、哲學、藝術等文化機制都幫助我哋去相信事情可以喺我哋嘅掌控之中，亦都提供我哋滿足於現狀嘅理由。但係呢啲嘅保護措施嘅效果都唔係永久㗎，每隔幾個世紀甚至係幾十年，一個宗教或者信念就會耗盡消失。另外就係社會制約，好似教育、宗教、法律等等對我哋嘅要求，同埋每個年代都唔同嘅對獲得快樂嘅詮釋。呢啲嘅社會制約令到我哋追求社會認可嘅獎賞，而唔係真正能夠帶嚟滿足嘅體驗。我哋被訓練為咗將來嘅獎賞而犧牲即時嘅滿足，但係往往呢啲嘅獎賞一到手就化為烏有。第三部分，意識同注意力。要克服呢啲嘅障礙，我哋必須了解意識係點樣運作㗎。意識就好似一個接收資訊嘅系統，但係佢一次只能夠處理有限嘅資訊。呢
個限制令到我哋需要謹慎選擇將啲乜嘢去納入意識之中。注意力可以視為一種精神力量，我哋點樣支配呢種力量，就決定咗我哋嘅生活品質。有啲人識得點樣去運用呢種無價嘅資源，但係有啲人就白白浪費咗。書裏面作者提咗2個例子，一位歐洲嘅女士，佢被公認為係國家一個最知名、最有勢力嘅女人。佢嘅生命一刻都冇浪費，不斷去寫作，不斷去幫助佢身邊嘅人解決問題。同時佢不斷豐富自己嘅知識，去睇報紙、睇書，或者帶住好奇心去觀察佢周遭嘅事情。其實佢身世係好坎坷㗎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令到佢嘅屋企窮困潦倒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令到佢失去所有，包括佢嘅自由。喺幾十年前，佢仲得到一種被判定為會死嘅慢性病，但係佢憑藉住控制專注力，唔俾佢浪費喺啲冇建設性嘅想法或者活動上面。最後佢將所有失去嘅嘢，包括佢嘅健康，都揾返嚟。另外就係 R， 一位瘦小而唔起眼嘅人，其實佢係一門艱澀難懂學問嘅專家。佢寫嘅詩詞非常之優美，被翻譯成各種嘅語言。佢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，眼神會非常之專注。對方嘅說話未講完，佢嘅腦裏面就會出現咗3、4種唔同嘅解釋。即使係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嘅事，俾佢再三思索之後，都會變成更有洞見嘅理解。呢啲例子都顯示咗掌控注意力嘅人可以創造出更加豐富、更加有意義嘅生活。第4部分，心流體驗。心流係一種意識上和諧有秩序嘅心理狀態。當事人喺做一件事嘅時候，只能夠單純咁樣為咗做呢件事而做，唔能夠有其他企圖。喺呢種狀態下，一個人會全神貫注，甚至忘記咗自己嘅存在。教授喺呢啲嘅研究中發現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嚟自乜嘢嘅文化，佢哋對最優體驗嘅描述都係一樣嘅。呢啲嘅心流體驗有幾個特徵。第一，挑戰同技能嘅平衡。呢啲活動嘅難度同佢哋嘅個人能力相匹配，因為太簡單嘅會令人厭倦，太難嘅就會令人焦慮。第二，明確嘅目標，佢哋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，有清晰嘅方向。第三，即時回饋，佢哋能夠立即知道自己做得點樣，做得好唔好。第四，全神貫注，佢哋完全投入當下嘅活動，唔會分心。第五，控制感，佢哋能夠感覺自己能夠掌控局面。第六，自我意識消失，佢哋會暫時忘記自我，同活動融為一體。第七，時間感改變，佢哋會感到時間感有扭曲，可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或者特別慢。書裏面提到一個例子， R 先生佢喺一間工廠嘅裝配線上工作，當一件產品嚟到佢面前，佢有43秒鐘嘅時間去完成佢。每日重複600次咁樣嘅工作，大部分嘅人好快都會對呢類嘅工作感到厭倦，但係 R 先生已經喺呢度做咗5年，依然樂在其中。原來係因為 R 先生以奧運選手咁樣嘅態度去看待自己嘅工作，佢會問自己：我可唔可以打破自己嘅紀錄呢？經歷咗5年， R 先生平均只係需要28秒就完成工作。佢話呢種感覺真係好美好，比睇電視仲開心。第5部分，心流嘅影響。體驗心流會令到人變得複雜，好似好矛盾咁。唯有除去其他嘅雜念同埋動機，單單為咗做一件事而做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提高自己嘅複雜性。咁乜嘢叫做複雜呢？教授認為複雜性係突化同整合2大心理程序所造成嘅。突化會令到個體發展出獨特性，將自我同其他人區隔開嚟。整合就啱啱好相反。
指嘅係個體超越自我觀念同埋實質同他人連結嘅作用。喺體驗心流之後，自我突化呢個情況會提高，因為克服挑戰之後，一個人會覺得自己嘅能力變強咗，技能都增進咗。每一次嘅心流體驗都令到一個人更趨向成為更獨特嘅個體，好似我哋成日所講技能解鎖升咗 level 咁樣。心流都可以幫助我哋自我進行整合，因為處於心流狀態中嘅個體擁有深層嘅注意力，所以意識會變得異常有秩序，無論係心思、意念、情感，全部都投注喺同一個目標上面，整個體驗都係和諧，令人身心喜悅。書裏面提到一位美國著名嘅攀岩好手，佢用短短一句話解釋咗攀岩呢個運動點樣令到佢深刻體驗心流，以及對佢人生帶嚟乜嘢嘅影響。佢話一步一步咁樣鞭策自己係令人振奮嘅事。攀岩過程中每向前進一步就會周身痛，但係當你回頭望嘅時候，會對自己充滿敬畏，對自己所做嘅事非常佩服。嗰種處於巔峰嘅喜悅同埋滿足係無可比擬嘅。當你累積足夠呢種戰勝自我嘅挑戰之後，人生中就冇乜其他嘢可以難到你啦。第6部分，實現心流嘅途徑。咁點樣先可以喺生活裏面體驗心流呢？教授提出咗幾個途徑。第一，身體嘅心流，通過體能同埋感官嘅技能，好似運動、音樂、瑜伽等等。第二，思想嘅心流，通過發展符號技能，好似詩詞、哲學、數學等等。第三，工作中嘅心流，將工作轉換成心流嘅機會，好似 R 先生將重複性嘅工作都變成一個挑戰自我嘅機會。第四，社交中嘅心流，喺同其他人嘅相處之中揾到樂趣。第五，面對逆境，即使喺困難嘅日子都能夠通過控制意識揾到心流。而最重要嘅係，心流唔係一種被動嘅體驗，而係需要我哋主動去創造。我哋需要設定適當嘅挑戰，發展相應嘅技能，並且需要全神貫注咁投入活動。第7部分，創造意義。教授提出，我哋需要將所有嘅經驗整合，製造成一個有意義嘅模式，令一個人可以駕馭生命，並且因為感受到佢嘅意義而別無所求。當我哋能夠將生活中各種活動同經驗連結起嚟，形成一個有意義嘅整體時，我哋就能夠達到真正嘅幸福。呢種幸福唔係短暫嘅快樂，而係一種持久嘅滿足感。教授喺有關心流嘅研究當中，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全新嘅角度去理解幸福同埋滿足感，俾我哋知道真正嘅幸福唔係嚟自外在嘅成功同埋物質，而係嚟自我哋點樣去體驗生活。通過掌控意識，將注意力集中喺有意義嘅活動上面，我哋可以創造出更多心流體驗，繼而提升生活品質。無論係工作、學習、社交定係休閒，我哋都可以揾到心流，享受當中嘅樂趣。最後，呢本書提醒我哋，幸福唔係可以直接追求嘅目標。書裏面引用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·弗蘭克爾 Peter Frankl 所寫嘅《活出意義來：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 Man's Search for Meaning》嘅前言中嘅一句話。引文開始，別以成功為目標，當你越是針對它，以它為目標，就越容易錯過它。成功就像幸福一樣，不是追求而來的，它是一個人全心全意投入一件事而忘卻自我的副產物。心流正正就能夠為我哋提供呢個副產物。當我哋全心投入到有意義、有挑戰嘅活動時，幸福就往往不期而至。衷心多謝你聽到呢一刻，下次再見。